星光伴讀，我比黎智英更唔健康。作者李燕。李生呢篇嘢呢，淨係星斗小民趁住農曆新年之前呢嘅少少牢騷。啱啱過去嘅一個星期呢，嗰個國安犯黎智英判刑嘅新聞搶盡眼球，勾結外國勢力勾到登峰造極。名義上呢係一次過判監20年，實際上呢只不過係將佢原來嘅欺詐罪之上呢加監18年。判得重唔重就見仁見智啦。只係呢日日見到有大人物用人道理由幫阿芝咪拉越洋送祝福，話佢年紀大健康唔好，叫人放人。仲記得黎智英個女黎彩之前就話佢阿爸呢死去活來咁樣，包括乜鬼體重暴跌牙齒腐爛、指甲變色脫落等等。實不相瞞，淨係睇黎彩喺度揸入呢，筆者諗到嘅第一個畫面就係《生化危機》入面中咗 G 病毒變成喪屍慢慢腐壞嘅情節，好似好嚴重喎。但係呢，法庭判案書引述醫療報告完全唔係嗰回事。細節唔講啦，總之就話呢，黎智英有一堆慢性病、糖尿、早期白內障等等等等，仲逐點列出咗佢喺乜嘢嘅病之下獲得懲教署嘅醫護人員點樣悉心照料。白內障。仲記得早幾個月呢，陪住家母去做白內障嘅手術，攞住耀眼行動嘅轉介同埋資助，自己仲要自費2-3萬，如果唔係呢，排期排到天荒地老都唔知等到幾時。而黎智英呢，睇住黎智英嘅獄中生涯，總有一股說不出嘅矮佢一截嘅味道。再睇落去啦，其中一段呢，大概就係咁講嘅。黎智英2020年12月3號80公斤 BMI 26.4， 2026年1月最新上榜啦，79.2公斤 BMI 26.2， 冇體重暴跌，反而 BMI 跌咗。X 的人哋個匪號叫肥佬黎，筆者 BMI 呢比肥佬黎仲要高一截，而且又唔似佢咁樣坐監有人密切監察健康，淨係可以日日做爬格子生物，早出晚歸，長期坐喺度對住部電腦，行路比佢放風嘅時間可能仲要短，甚至仲要擔心每年攞大幾千銀去買嗰份中咗大病之後唔知道自己夠唔夠錢俾墊底費嘅自願醫保。忽然有一種感覺，黎智英嘅生活滋唔滋潤就另外計啦。點樣睇都好似比奉公守法嘅筆者仲要健康好多。戴多個頭盔先，筆者呢從來都唔涼薄，亦都好敬老，只不過呢有啲市儈孤寒，睇錢睇得緊好緊，畢竟呢市民嘅生活都唔容易啊，係咪先？黎智英本身係有錢人，坐過監呢都係頂級重犯，你就知足坐足啦。香港人啊，就算要擠多啲血汗錢出嚟啊，都要俾你坐過好監啊。